来自城市家人嘅诗人庄丰慈写诗32年呢，早期伊系用方言来创作，一直到9年嘅太平通过后，伊嘅家乡台中东市发生了安太嘅灾难，伊能发现到太浦腔客话韩国文化系讲唔将快地保留下来，随时都可能会抹黑，故所以开始用客语来创作，也利用各种嘅管道，为太浦客有本人看到、听到嘅机会。每大帮案例来为乐师的人讲话，今年以屯诗搭音乐结合推出的诗集《梦天宫》，每人拢会有按多的灵感来创作呢。伊讲生活当中慢慢录起诗，使我年轻下来好好观察。一闪，恋歌一闪，脑沟界山头，连秋高天天界太斜山。一边采一边吃，很甜。建设定树葡萄建设建翕相，个性唔会轻距离，像是隔壁嘅细伢子嘅，佢系诗人庄丰慈，对写有感情嘅诗，佢特别优秀，总系做得用最好了解嘅方言来表达佢最深嘅感受。他就会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布啊，在水桶里面，然后有水一直在那里，就是洗这条布的那个声音。那我就喜欢这样的洗布的那种水的滴滴答答的声音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会说：“有谁比我更知道黑暗呢？有谁比我更知道黑暗呢？”事实上，念这首诗，我真的觉得内在有很多的很澎湃，可是有很多很弯弯曲曲的部分。庄丰慈伊部家人拢系文学家人，阿太太是做过董事的汉文先生，阿爸系国中的历史先生。唔过佢当时一张月400的薪水，根本就冇拉伊部卡53年用。故所庄丰慈讲，佢从细就睇太雪山底下过得渺小地位日咧。像我爸爸做工个山啊，也讲做呀种果子呀的，其他位嘛。当然都像流浪的，像人家头摆个游牧民族都竞赛位嘛。啊，我爸教书，我妈妈又一把做生意，也都本来讲迄东丰富啊一个资源，当然头摆艰苦个，不讲。唔过安尼生活，才提供佢写诗的养分，还个元素。我看过野外安尼做些耕田的，做山也都安辛苦。田间，我发现讲。某个细节，某个果子不出来，吼。我那种花草草，我嘛伫下边较多，吼。像那种迄创作来讲，冬虫叶的养分啊，对太自然来说是，对天对地来说是，比一般人可能更较深啊。只有很简单来比划，以前我伫用心来写记，不过也下听那位开始来写呢，我嘛唔伫按用心讲真好。这个诗无华丽、无肉无血的文字，伊写苦瓜、写菜瓜布、写接近生活的素材，透过简单的文字写其最真的感受。有安人退休一个，一看唔起自家野外，咁我也是吃唔巧。像菜瓜布来讲，它最不起眼啊，
按像啊用几张是上到去啊，莫用得头熏头安尼。安尼对野话是毋得安尼啊。一条麻袋，圆用圆，把个山歌同小巷，把个木节同寒山，莫把个人生行四方，唔是唔好嫌其安口，唔是唔好嫌其什么安丑，该难受啊！该难受啊！该能梦梦都相爱，披到该美事。那我只要有想到个把带，就会把带跟五星个嫩手咪，然后讲到上一批跟下一推嘅种连接嘅关系，做几个适度和懂得呢种隐喻。娘娘爱四撇个用，娘娘爱四撇个用。很有力量坚持，从不四撇个用，年纪差唔多都要用撇嚟，和风度永远很坚持唔贪撇个用。其实小看到充满嘅大概有一个早奏，为早退的，可是冇结久的，个早奏又慢慢的有上压的出来。我觉得那个各种意象就懂成，像个适度和懂得按用的东西。请你先去见那个文赛，那是这样，看那个文赛。唔怕。他去看习近平了。对创作者千多年弄後門，既靈感係對內來嘅喏。諷刺講成法乃弄係時，所以用心觀察，弄係靈感。同時詩愛寫來好，人愛寫木鐵正經。抗人迄較少，較有幽默感啦。不過我有較好。當奇怪，像我三叔也好，我爸爸吼，我媽媽也好，做講法吼，係講法像就已經是詩意了安尼，都是從寫現代詩安尼。那你震驚，你越震驚，然後講一些就是所謂的安尼，因為講都是那個什麼規矩啦、道德啦、讀修讀教，就是整個是一個框架嘛。那詩就是要突破這些框架，所以作為不正經的人，其實我覺得他是充滿詩意的。我們再看回去中國的詩人，每個都不正經，最正經的是誰的嘛？杜甫，但是杜甫他的詩賣得不好，所以杜甫是餓死的。總諷刺唔單止冇因為寫詩餓死生命，等到因為詩係那豐富，係那有滋味。同諷刺有結合擺合作經驗嘅彭雅蓮托研究講，諷刺係照定佢其他上嘅來過日嘅人，同時佢對人、對土地、對生命有親有熱情，故所喺做戲當中就親容易感動人。在1999年，我第一次認識他，然後去參加他的詩壇的活動。當時他的第一本詩《天公印》。哇，里面的詩我都非常的感動，里面的看的每一首詩我都會流眼淚，覺得說這個女孩子對於生命、對於土地是有這麼多的感覺。從細年代就過來一件事，諷刺係那做的體會，人生無順事事係接上嘅。1806年佢參加嘅客家五常。用朗誦詩來表達對弱勢的關懷。弱勢廿件事情都係講，什麼人係較多數啦，吼。我講參加呀客家五常吼，就講客家女生，係希望講大家透過寫作來讀自家呀賣個現代詩吼，就係講用文字來力量。來講自家心感度嘅想法啦，因為透過安尼咯，佢係一種很溫柔而堅定的聲音，透過呢種來想到講，本大家啲講，安尼什麼影響嘛？個，安尼希望係影響。
1807年，冯子回到家乡同事驻村写诗，认识了一群后生人。佢下那出席咩同莫腔师徒嘅人聯絡起來，希望整合家鄉嘅資源，將藝術創作和個文化傳承嘅人點下來。我去年駐村後等下的後生啊，然後我那時候是想啦，就說東勢其實資源，就是講在地的資源很多，都豐富。我都想我怎麼樣跟他們連接起來，做客家的事情。我們這個空間就是有社造，然後也有藝文，然後也有一些工作坊，甚至是在地的食材的一些發想，都會在我們這邊去實現。那比如說像這麼好吃的水果啊，搞不好老師就可以幫忙去寫一些詩，就變成我們的文案啊。對啊，然後所以這個就是可以整合在一起這樣子。對對對。喺鏡頭前，新4年嘅時代也時節會出嚟水蜜桃，使到一定歡喜。安心嘅諷刺參與咧青年少嘅人，佢希望透過詩來詳述太浦客嘅生命。其實這度年來傳承太浦客嘅生活文化，生活是食衣住行、娛樂美所有嘅東西。透過佢個刻畫個詩個文字，吼，掠地步個描寫，來呈現太浦客人個生活內涵。佢個詩將提升了個刻畫個內涵。安尼呢，太浦客佢要用太浦客來寫，表示講，兩個太浦客不但呢語言上是的溝通，佫講，同文字上。也同本上嘅唐宋之時唐詩啊、宋詞啊，有相當嘅體會。其實慢慢我知道，因為方子節，所以讓咱地方當道的做安尼文化傳承嘅人，慢慢去集結起來，恐嚇會去發揚啊，安尼太浦腔嘅文化，我知道呢係方子節嘅清大嘅影響。榕樹哈，日日人緣順順看，個人緣啊不當薄一日吧，哈，個修行啊唔同啊，颱風嘛個都唔同啊，哈，人人看到像係普羅那樣的人緣，哈，安日哈當太皮啊，好假了，心繫雲海。每見時期，白雲悠悠，天風徐徐，三江盼水。受到某嘅影響，諷刺嘅野愛，時常嘛會看見其他不卡歌書，莫就係看見演員嘅神經，就挺有靈感嘅開始寫詩。看看嘅詩哈，佢們也是都嘛寫安尼，一個想象方式上嘅內容哈。因為我們也可以互相引發，哦。所以當時冇搞唔停學啦，嗬，看日都是停學安尼。那麼冇聽啊，大方方嘅學啊。有時節還會相互 PK 比輸贏。又壯啊，哈，又香啊，像金字塔種，圓形啊啲啊，大概你像。山丘嗰種啊，雜文生根，保水土，無畏風雪，不向烈日低頭。一大一場所以吼，見你一開始安尼寫呀吼，見家當無限啊，啊無時間好嚴格吼，都安尼講誒。談詩啊，講到嘢的文學嘅吼，見到搞一生氣嘅。因為家媽媽看女兒當年每一次家都寫詩，佢就講俺們愛寫詩哈。然後方式又懂得為客家詩都方嘅字句啊，就問家媽媽、問家爸爸來嘅，所以在念起嘅董事強哈。一條路頭一天時節，有娘娘兒。娘娘兒，
年总风池又有为新的突破。从早喺1995年侯孝贤的天阳河南河运的时期，就开始做客家业务的零售业合作，同客家师结合业务推出了新的事业梦田宫。夏诗本来本身都有所谓的节奏嘛，旋律，所以我们写现代诗同个音乐结合，其实也係當刺眼啊。蠻好的邵英老師佢作曲安強吼，佢對我個寫的作品嘛，係當時的當親日去做一個表現。因为你做歌牵涉到很多客家字，你可以去问创作客家歌曲的人，他都有这个困扰，就是很多字他可以念得很棒，但是他唱起来就变成没有声音，它会变成不容易唱出来。所以如果透过诗是无限的所有，透过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更能够让客家的语言，不但它可以更丰富，可以更展现。诗本身就是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，少英的音乐呢，就正好带领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好像是在那里游泳一样。那诗的想象的空间呢，不是只有诗人，就好像我刚刚说的，方词可能给我们一个文字，然后我们内在呢自己又诠释了那个部分。那少英呢，也就是很棒的，在这个空间里面游转的人，把我们的那种情谊呢，又再让我们再打滚一次，又再打滚一次。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结合。然後用華語來思考寫詩的狀況時，睇同時讀到9年睇天同過後，其心肝頭聯絡一下，將到當文化讀到無雙的世界，一下就被磨黑。佢將佢天用母語來思考創作，佢希望透過簡單又熟悉的詩，為很多人行較方便的來接近太浦下，安尼太浦下嘅聲、韻、調，將唔會本人聽標題、默題。